公元前1046年嘅中國河南省新鄉市爆發咗一場勝利嘅偷襲戰，亦都係呢場戰爭開咗周朝800年嘅統治。今期帶你快速睇下封神榜嘅原型牧野之戰。當時商朝嘅主力正在東南方與東夷交戰中，姬發睇準商都兵力空虛，正係出兵嘅好時機。1月28日，姬發與手下姜子牙同周公旦率領300架戰車、3000虎兵精銳，總兵力45000向東進取。2月21日，直白硬津會師河道諸侯，合共10萬兵馬。2月21日，聯軍抵達牧野，紂王大驚失色，又苦主力不在，只好以戰俘同埋奴隸派上戰場，連同朝歌守衛軍，組成17萬兵力迎戰聯軍。2月27日，兩軍大戰一觸即發，姬發命姜子牙率領8名精銳直衝商軍，商軍本由奴隸組成，被姜子牙精銳一衝即散，頓時臨陣倒戈。紂王大敗，退回朝歌登上六台，自焚而死。之後，姬昌登基為武王，開啟咗周朝800年嘅統治。